微信有兩個開關，你嗱聲關咗佢。如果唔係呢，你裏邊啲錢已經俾人家及啱。嗱，而家啲人係個人私隱被泄露，真係防不勝防。譬如講你去停車場呢，人家能夠輕易就獲得你嘅出入場時間、地點、車牌，仲有出去旅遊你訂酒店啊、訂機票，總之各種渠道你嘅私隱直情透明嘅。最近發現平時大家用得最多嘅微信，你聊天好、發紅包好、刷朋友圈、買菜支付都要用佢，但你可能你冇留意到有兩個偷偷打開咗嘅監控攝像頭，佢哋就好似你肚裏邊條蛔蟲，一個唔覺意你嘅荷包啲錢呢就咁使咗出去。第一個就係營銷推薦開關，第一步打開微信，右下角我點服務，入去你嘅錢包，揾到消費者保護，入去仲有一個私隱保護，揾到嗰個營銷服務設置，點開佢，關咗佢，佢係默認開啟嘅。微信就會根據你聊天嘅內容、支付嘅記錄，同你推送銀行嘅理財、保險廣告，就好似喺你屋企嘅窗口上面安咗個攝像頭。關咗之後呢，就會減少被精準詐騙嘅風險，亦唔會再推送一啲亂七八糟嘅保險產品俾你，耳根清淨好多啊嘛。第二個，翻到私隱保護嘅頁面，再進入個性化推薦設置，關閉呢個個性化推薦服務。其實佢係通過你嘅記錄消費，靜雞雞收集你嘅購物嘅喜好、偏好、消費習慣，然後同你推送一啲定制化嘅商品廣告，俾你自己仲懂得自己。關閉之後，雖然你可能都仲會收到一啲普通嘅廣告，但好在唔會再被泄露你嘅消費私隱啊嘛。如果你仲未睇得明白啊，你可以截圖跟住步驟嚟，2分鐘嘅事就可以同你嘅微信賬戶買咗份保險。記住啊，免費嘅嘢咧往往係最貴，保護私隱就保護你嘅荷包。